哇！大家好啊，我係 TNG 啊，歡迎大家嚟到 Minecraft Preview 1.21.80.20啊！呢次更新估唔到，竟然將遊戲界面加入咗新嘅功能。呢個功能可以幫你揾到附近其他玩家嘅位置，咁就可以減少同朋友喺世界度走散啦。冇錯，呢條就係防止朋友離開你 XP 都唔要吧。我哋就先揾個朋友測試一下先啦。其實呢條嘢嘅真名呢，係叫做定位條啦。你需要喺世界設定實驗性玩法嗰度打開呢個選項先至玩到嘅。我就用我嘅副將展示下俾大家睇呢條新嘅定位條大概係點樣運作啦。你喺創造模式嗰度呢，都可以見到定位條嘅。大家見到喺我嘅視覺嗰度有玩家呢，都會有粒粒子喺相應嘅定位條嗰度嘅，會隨住玩家嘅方向同視覺移動啦。如果玩家喺地底嘅話呢，就會見到粒點下面有個向下嘅箭嘴㗎喇。不過到咗生存模式嗰度呢，當你喺一般情況呢，定位條呢就會直接取代咗經驗條㗎喇，令你冇辦法知道自己有幾多嘅實際嘅經驗值啦。如果你嘅經驗值呢有所更新嘅話呢，即係經驗條呢有綠色嘅發光部分改變嘅話呢，咁樣反而呢定位條就會隱藏起嚟去限時顯示你個經驗值㗎喇。咁樣呢其實唔係好方便嘅，冇辦法隨意咁樣得知自己嘅經驗值同埋附近玩家嘅位置啦，必須會有一個資訊去隱藏咗嘅，咁樣反而可能會令到遊戲更加唔方便嘅。不過定位條呢，其實後面嘅材質呢，就好似整數或者空嘅經驗條嘅材質咁樣，係咪應該有辦法俾佢哋共存一下呢？我喺 YouTube 就見到有創作者整咗俾 Java 版搶先體驗定位條嘅一啲資料包啦。有個資料包呢，令定位條呢喺正常情況下隱藏起嚟嘅，但係當玩家拎起指南針呢，個定位條呢就會顯示翻出嚟噶啦。我覺得呢個諗法係唔錯嘅，又可以俾玩家隨時睇到自己嘅經驗值，又可以令指南針更加有用。不過呢條定位條都只係處於測試階段啫，之後一定會有更加好嘅更新嘅，令經驗條同埋定位條唔會發生衝突啦。咁好啦，如果大家鍾意呢條片嘅話，就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 啊！想支持我呢啲小頻道嘅話，都唔記得 comment 留下你嘅意見，同埋 share 呢條片俾你嘅朋友。咁我哋今集就去到咁多先啦，期待 Mojang 嘅更新，拜拜。